大家嚟香港唔好再去千篇一律嘅商場啦。荔枝角絕對係香港最有創意同埋活力嘅一角，雖然佢成日俾人遺忘，但係佢一早咧就成為咗香港年輕人嘅遊樂場。呢條片咧會俾大家睇下香港年輕人真正會去消費嘅地方。Hello， 歡迎回到香港女仔唔返工嘅 Vlog。咁大家都知道我由香港搬咗嚟深圳獨居啦。咁我一般呢，一個星期都會返香港一次嘅，即係有少少通勤返工嘅感覺咯。今日就俾大家睇下我返屋企都會做啲咩啦。自從跨境居住之後咧，我就開始理解啲人點解覺得香港好好買啦。因為等唔切嗰陣時咧，喺香港直接線下購物真係比較方便嘅，品牌嘅種類都比較全。跟住咧就去咗 D2 Place。星期六日最多香港人嘅地方，除咗深圳，應該就係呢度。因為呢邊咧都係賣年輕人中意嘅嘢啦，幾乎咧係冇連鎖店嘅。我去嗰日咧仲有玩具展，個場景好似去咗年宵市場咁，我差啲透唔到氣。呢度呢仲係一個買手信嘅好地方，唔好再買蜜紅餅乾啦。是這些微縮不夠可愛嗎？是這些微縮不夠香港嗎？仲可以買到呢啲超級得意又詼諧嘅創周邊。呢度呢仲係一個寵物友好商場啦，所以可以揾到好多寵物相關嘅嘢。現在的寵物零食做得也太好吃了吧！呢邊係居民區啦，所以呢肚餓可以落去買串魚蛋食下。這是我幾天沒吃到就想念嘅東西。如果你係第一次食魚蓉燒賣，你可能會覺得有啲奇怪，但係相信我，你後邊一定會上癮。跟住呢，仲去咗附近嘅饒宗頤文化館。我喺小紅書呢，真係未見過有人推介呢個地方。咁呢度呢，會成日搞一啲文化活動啦，同埋週末嗰陣時呢，會有一啲市集擺攤嘅。咁我知道呢度呢，都係因為我10年前參加過佢哋 sponsor 嘅文學營咯。除咗有常設嘅歷史展覽之外，定期呢仲會有一啲特展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我呢就中意去佢哋嘅 cafe 嘅，因為冇乜人啦，環境又好。呢度呢仲可以行下山，超級舒服咯。10年前喺呢度文學營嘅記憶呢仲好猶新，佢哋可能都冇諗過有個學員多年之後仲介紹佢哋，有種好奇妙嘅感覺。都希望將本地嘅文化傳遞落去。返到屋企呢，發現我媽呢都係整我中意食嘅嘢啦。喺屋企嘅時間少咗，摩擦變少呢，好似同屋企人嘅關係好。已經11點啦，我要督促我個妹做功課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